体察有什么特别的？体察它就是这个畸形比较厉害，什么畸形？区域畸形。区域畸形，我们在宿醉怎么办？首先把它这些骨椎全部都给它清掉，然后可能说要给它就是做紧一点啊？就可能说给它做紧一点。做紧一点，区域畸形，已经畸形了，已经很紧了。把当时他问我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然后那些东西我其实是知道的，但是那早上一问起来，然后也没有提前准备啊，就是可能是这些知识就是在自己脑袋里面还没有说形成这种很熟练的反射，然后就没有答上来。在以后的学习里面，我要把这些知识更加反复的去巩固一遍，然后可以说不需要这么多思考时间，就一下能够说出来。